中國網民最近做緊一樣嘢，我聽講叫做衝塔，官方嘅講法就係塔衝。基本上你就係喺抖音嘅留言區度發咗好冒犯性或者批評性好強嘅留言，例如有啲人會將習近平你全家死晒呢句說話藏咗一大堆玫瑰花、讚好、掌聲嗰啲 emoji 後邊，有人甚至喺睇摩斯密碼嘅對應方法，點樣用點同空格去代表每個字母，然後再用佢拼寫中文拼音，即係用英文字母去拼中文。而家中央電視台就出咗佢喺2026年春晚嘅標誌，嗰個標誌睇落去有啲似著名坦克人箱入邊嗰4架坦克，所以有人就猜測係咪有央視嘅員工都想搞搞震喺度玩嘢呢？如果你睇下呢條片，呢個真係一個壓力煲變到紅晒，咁啲人就用嚟暗示中國社會其實就好似個壓力煲隨時爆炸。呢個有個留言話 C4 有計時器，壓力煲就冇。呢張圖咧就係天安門廣場前邊有部建築用嘅壓路機嘅天安門門口，好明顯呢個係想影射1989年天安門事件。當時坦克車喺北京街頭行過，我直播嗰陣有人話中國人真係好理，識得用暗號同埋隱藏信息嘅表達。係啊，呢啲就好似中國網民對住中共嘅印尼格瑪密碼啲。喺呢個北京肉包鋪嘅直播入邊咧，網民開始留言講嘢同習近平有關嘅。有個流行笑話就係因為習近平有一次去過呢間鋪頭之後，佢就有啲個花名叫做習近平肉包，或者叫習肉包，甚至簡單咁叫習包，所以大家都開始睇留言度寫呢啲嘢。呢個留言直頭寫住小熊維尼超市，又係呢個都係俾習近平改咗另一個花名，因為大家覺得佢好似小熊維尼咁。而家啲人就喺留言區玩得好開心。你可能會諗，點解中國嘅網絡審查員好似佢即刻刪晒呢啲留言，或者要等好耐先刪？其中一個留言就話，因為網絡審查員未收錢，因為據錢出糧俾佢哋。第二個留言就話，維穩嘅經費仲未批落嚟，或者未發落去。無論點都好，我都覺得好奇怪，可能係中共想測試下審查底線，或者係特登放生呢啲留言，睇下會發展成點，或者佢哋應該集中精力喺邊度。又或者呢，可能真係有其他原因，佢哋就係特登俾呢啲事發生。